今晚咧係好值得開心嘅一個晚上，因為咧今日能夠同大家咧共聚一堂，一齊咧就祝賀我哋香港代表團喺全國第12屆殘疾人運動會上面取得嘅傑出表現同埋輝煌嘅成就。香港係派出咗歷嚟最龐大嘅，亦都係規模最大嘅一個代表團，一共咧係有超過280名嘅運動員參加14個殘運會嘅競賽項目、4個殘運會嘅大眾項目同埋7個特奧會嘅項目，並且奪得多面嘅獎牌，創下咧港隊歷年嚟喺殘特奧會嘅最佳成績。15運會同埋殘特奧會首次由粵港澳3地聯合成行，意義非凡。各位健兒喺賽場上全力以赴，超越自我，展示我做得到嘅香港精神，為社會帶嚟正能量，同埋有助提升大家對殘疾人運動嘅關注，鼓勵更多人係參加體育運動，勇敢追夢，推動傷健共融。比賽過程啦，一分一分有輸有贏啦，現場觀眾啊、屋企人啊、隊友啊，係咁幫我哋打氣咯。最後都贏咗啦，咁我就覺得放鬆晒。咁攞到呢兩塊獎牌，我係覺得係好開心嘅，尤其是係喺自己嘅屋企人啊、朋友嘅見證底下去攞到啦，佢哋嘅打氣啊、歡呼吶喊聲啊，其實係俾到我哋好大嘅鼓舞咯。